来关心立法院台湾和意大利国会机关友好协会伫昨昏成立，下党派加强有30个成员。外交部的处长嘛到现场感谢意大利支持咱台湾去参加国际会议，嘛关心台海的安全，嘛希望立法院斗相共推动，互两国的关系愈来愈密。And I'm looking forward to work with you. We have so much in common and so many interesting things to share and to exchange among us. 台湾甲意大利虽然无邦交关系，不过伫民间交流方面煞有真大的发展。台湾甲意大利国会议员友好协会伫11月初一成立。外交部感谢意大利支持台湾参加国际，嘛做伙关注台海的安全。意大利在今年已经通过3个决议案哦，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，同时也关注台海的和平、稳定跟安全。那我们相信，后续在立法院委员的先进的支持之下，我们台意在国会交流的合作，一定可以进一步的来推动，更加的来深化。立法委员王定宇表示，2019年的7月，意大利 Roman 达文奇机场针对台湾设立快速通关，展现台意友好。后来拄到 COVID-19 的疫情，台湾嘛伫欧洲疫情严重的时阵送出物资，互台湾甲意大利建立真好的感情。即马成立友好协会，就是上好的时机。在这个时候成立了台意国会友好协会，在这个时间点上，我们认为是自然而然，而且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时间。台意国会友好协会跨党派的全体参与，是一件代表我们对台意关系的重视。台湾甲意大利国会议员友好协会成员拢总有30个，包括台湾各党派甲无党籍的立法委员。立法院感谢朝野的支持，望台湾甲意大利有更较侪交流的机会。记者麦尚英、曾派文台北报道。